點樣唱出高音或點樣唱出高音，呢個肯定係成個歌唱中最容易被誤解、最難理解嘅概念之一。俾我嚟解釋一下。首先證明係喺歌唱中正確嘅，我能唱高音。而家又嚟咗一個人，另一個聲樂教練，佢哋話俾你聽點樣唱高音，但係佢哋自己從來冇真正咁樣做過，佢哋冇喺歌曲中表現出自己唱高音，而且佢哋都冇展示過學生做到。如果佢哋自己都做唔到，佢哋又點教到你做呢？我真係唔明點解有人會揾佢連自己都做唔到，冇辦法親身示範俾你哋嘅教練去學唱歌。無論你想學邊一種技巧，如果個教練自己都做唔到，點教你？等我同你解釋晒成個概念，咁你就會明白。首先呢，我想講，我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係學 bel canto， 即係歌劇。我唱過好多詠嘆調，亦都喺 bel canto 入邊做過好多嘢，而家都仲用緊。Appoggio bel canto 就係我教學嘅核心或者基本基礎。而家我有個唱歌課程叫做 How to Sing Better Than Anyone Else， 你可以喺 cantamlinvocalacademy.com 揾到，嗰度仲有個免費唱歌論壇，有超過25,000個歌手一齊學緊，大家都唱得越嚟越好。你冇理由唔過去一齊學下，提升自己啦。OK， 而家網上有好多錯誤資訊、唔啱嘅資訊，甚至係離譜嘅資訊，但唱歌嘅成果就係最實在嘅證明。你要睇下嗰個聲樂老師係咪真係識唱，而且唱得好，仲要係你想學嘅風格，仲有啲展示學生唱歌嘅片段，咁樣你先至知道佢教你嘅資訊係咪真係正確同可靠。而家講下點樣唱到咁高音。我之所以話呢個係最多人以為自己明，但其實最誤解、最難捉摸嘅聲樂技巧，就係因為我都聽過人哋講，所以我一開始先講 bel canto。我以前俾人話，作為一個男中音，我最高音就係呢個音，就係呢個音係我最高嘅音，所以我好多年都覺得自己只可以唱到咁高，得呢個音。如果狀態好啲呢，可能唱到 G sharp， 但 F sharp 4就係我最高音。好多 bel canto 老師都同我講，唔好再高過呢個音，否則會傷到自己。之後我開始認真研究呢樣嘢，信唔信由你。最初啟發我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開始研究有關嘅人歌手 Castrati。你冇可能知，可能唔知，反正你哋都唔需要再理呢啲嘢。佢哋嘅1700年代、1800年代對佢可憐嘅細路做咗啲咩？據講到1900年代就停咗。佢哋會，大家都知啦，對佢細路做手術，因為咁樣佢哋嘅荷爾蒙唔會變，聲音就唔會跌一個八度。咁所以大部分時間都係唱 alto 同 soprano 嗰啲高音範圍，但係我心諗佢都幾奇怪喎，理論上應該可以長期保持到先啱，不過人哋就話我哋，咁我都冇再理，直到我真係開始深入研究呢啲嘅，因此我喺呢淨係寫到此為止。當時我所在嘅樂隊裏邊有史蒂夫佩里、米奇、托馬斯、博爾特等高音歌手，而我冇得到演出機會，因為我唱唔到咁高，因此我設定咗一項使命同埋路線。喺過去嘅35年裏，我對呢項使命得出嘅結論係：你絕對可以做到。而家俾我俾你做個快速嘅演示。正確嘅，呢個係一個快速嘅3個8度。我甚至冇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夠達到，但我發現呢個絕對係錯誤嘅。我可以唱出呢啲唔同音域嘅歌，但係對於點樣唱出高音存在好多誤解。因為你想知點樣唱到高音，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唔會再驚高音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學識嘅，而且喺我哋唱歌課程 cantamlinvocalacademy.com 我會一步一步教你點做嘅嘢，詳細咁教你點樣做到。我學識咗，最重要係正確嘅支撐，胸口要放鬆，唔好繃緊胸，頸唔好繃緊喉嚨，唔好成個人都好似要用晒力咁，亦都唔好抬頭。因為咁樣會夾住氣管同埋你嘅氣流。有啲人以為抬頭就唱到高音，其實唔係咁，唔係，絕對唔係。我會俾自己一個許可去攞到嗰個音。你而家可能會話 Ken， 我聽你講咗咁多，到底點做嘅？好開心你問呢個問題，我哋一齊試下啦。我想做嘅 sliders 或者 sirens， 依家冇人哋叫，無論叫咩名都好，成日改名。
我諗男仔女仔一齊開始做，而且我諗你攞試下一樣你可能未諗過佢哋。我哋將喺 H 元音上做一啲簡單嘅滑塊，所以我哋從呢度開始用8度嚟演奏。我希望你繼續唱假聲，唔好覺得你發聲時唔好拉胸腔，只需轉動假聲即可。女士們，請把呢個音調提高8度。所以你同我一齊將呢個音調提高8度，好冇？開始咗，兩個都。各位男士女士們，你哋嘅通話記錄應該仲喺胸前。而家如果你只係用胸腔共鳴，咁每個人都應該開始感覺到喉嚨裏邊有少少緊張，好吧？我可能會開始感覺到我可能冇接近我音域嘅頂端，但係我正喺度接近嗰個範圍嘅某個地方，好吧？你而家講呢個可能係我音域嘅最高音，我得到更多音符。啱啦，我可以唱到 F sharp 就好似人哋同我講嘅，呢個就係我嘅極限。好啦，依家停一停，全部都停一停，唔好將低音唱得咁重。即使你有斷層，你都可以聽到音區斷開。我諗你試下轉去假音一陣，堅持住。你可能會話 Ken， 其實我唔係想㗎，我想要爆發力同埋有胸腔共鳴嘅聲音。我知我會講到呢個位，堅持，係，稍等。我希望你能夠同我一齊進入頭聲。中音薩克斯手，你哋音域最高點，我回覆你哋。女高音同唱8度。我唔係用聲音咁轟炸你嘅，我好小心同埋好細緻咁控制住我用幾大聲量，咁樣我先可以順利過到我哋換聲區，而唔會聽到嗰個斷層，明唔明？而家即使你聽到咗停頓都唔緊要，冇關係，我哋將討論過渡音，我哋將喺另一個視頻裏邊稍微討論一下，但係我而家要講下呢個留喺我身邊，呢個係男高音高音 C， 對於8度音階嘅女士嚟講，呢個係 C6 嘅女高音高音 C， 呢個係男士嘅 C5。好啦，呢個對於男士嚟講係 E5， 女士就係 E6， 明唔明？如果你留意到，我一路唱上去都係用晒力，硬拉住我哋胸聲，去到呢個聲音，搞到成件事好誇張。仲有，你知啦，用聲音嘅殺死你，因為我哋就係由呢度開始，呢度就係我哋開始嘅地方。我哋開始嘅時候，要俾自己一個許可。去感受當我唱到高音時應該有咩感覺，我要點樣唱到高音而唔會繃緊，唔會有壓力，甚至即使我要用力去唱，唱得好大聲，唱到更高音，但嗰個音
都唔應該有失真，咁先啱。嗰個音應該喉嚨係開放、放鬆同埋自由嘅感覺，仲要唔應該夾實或者擠壓住去夾硬唱到嗰個音。而家會發生咩事呢？就係喺身體會開始出現一連串緊張嘅反應，通常由腳開始，然後傳到肚、心雞、雞啦，嗰個音雞啦，點算啊？我唱唔唱到啊？結果就唱唔到，斷雞氣，唱唔上去。但係如果我同你講，我而家好似 Facebook 嘅 meme 咁，如果我同你講，其實重點唔係高音，而係要加強腹部，即你架車嘅引擎去支撐住個音，仲要金頭、頸同埋喉嚨要放鬆，仲有正確嘅原音位置。咁如果你唱，你知啦，或者中間任何一個音都好，無論係咩音都得。如果我同你講，其實唱到嗰個音係要你哋腦入邊想象住個音，知道應該用咩原音。我哋之前講過原音變化、聲道形狀，我拍過好多片解釋晒呢啲，而且我哋唱歌課程入邊都有詳細教。但其實嗰個音係重點係，原來個原音應該係咁樣發聲，喉嚨要有咁嘅空間，然之後你只要俾自己一個許可去唱出嗰個音就得。冇錯，係有個訓練過程，係要慢慢練到嗰個音嘅耐力，係要記住唔好喺低音嗰度唱得太大力，亦都要記住唔好將太多空聲拉個 passaggio 換聲區同埋個聲音。但重點係我哋要點做？首先，我哋要鞏固自己聲音嘅基礎，就係我哋嘅空聲去建立或者鞏固一個基礎，好似要撐起我哋想搭建嘅牆壁，包括唔同嘅元音、音符等等。當我哋上落音階、落句同埋唱歌嘅時候，但係空聲嘅建立要首先開始，明唔明？我哋要先練好空聲，唔使咁快擔心高音住，我哋先打好個基礎，一個堅固嘅基礎，之後我哋先再練頭聲。要練一個大聲、厚實、有力嘅頭聲，去配合翻我哋空聲嘅音色，咁佢哋就會啱啦。聲音都一樣，去到嗰個時候，剩翻要處理嘅就係 passaggio， 即係聲區轉換位，就係要過到嗰個 passaggio， 咁我哋先可以唱出一條長而有力嘅音。最後一步就係要將嗰個 passaggio 練到順暢同埋堅固，咁我哋就可以唱到唔同比例嘅空聲同埋頭聲，呢個就係所謂嘅混聲或者叫做 mixing 嗰種聲音。咁我哋可以將空聲帶過去少少，然後交俾頭聲。如果想要 R&B 嗰種感覺，可以早啲帶入頭聲。我哋唔係想大聲嗌人，唔需要唱得太大聲，亦都唔想唱得太大聲。呢個我哋嘅原音變化嗰條片都有講過。我哋想將個聲收細啲，唔好唱得太大聲或者過分用力，唔好好似喺度嗌人嘅。我哋想要個聲音靚啲。總之，大家呢個就係點樣唱高音。記住留意住，睇埋我下一條片啦。